高雄中华番仔协会和检方发现到，讲有款台里长去中国佚佗，也接受中国国台办的招待，这已经涉嫌违反反渗透法。这个做团长的郑志成，伊是讲，这是协会成员想要出去佚佗，佮加上伊有熟悉当地国台办的人员，毋才会来安排这款的行程，所以伊是绝对无伫佚佗的时先刷扣选票。 翠廉新兵司中华番仔协会成员郑志成，也就是招团带里长出国的团长，伊强调家己的清白。伊讲桥头地检署认定伊涉嫌反渗透法、佮选罢法等等的罪名，互伊感觉真冤枉。你要用选举罢免法来起诉我吗？你那证据不足啊！我又没有特地的要去针对哪个候选人或者哪个政党去支持，做这样子的表态。 郑志成表示，组团的成员大部分拢是番仔协会成员，或者是台南高雄地区的社区协会成员。这长久以来，两岸之间拢有民间交流。疫情过后，嘛有真侪人想要过去。而且10几年前，朋友介绍伊熟悉国台办的成员，对方甲讲要鼓励台湾人较接去中国参访社区民间的发展，嘛愿意赞助费用，讲食饭过暝拢免钱，伊才会组团去中国。若过去平均是出团2、3届。 今年是拄好疫情解禁，才会连续出团5届。不过，这过程当中拢无减掉所讲的，全程拢有国台办的成员陪同，嘛无讲干那会当支持特定的阵营，或者是正副总统的人选。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们也希望我们多过去那边看他们的进步跟发展，他们就是要我们去了解他们大陆的这样子的一种进步发展的那个愿景而已。 其实我们台湾的基层里长被中共当成这种统战渗透标靶已经好几年了。那我非常愤怒的是，难道政府第一天知道吗？有民代认为，基层的里长去中国接受招待，咱台湾煞无法律通管，这统战渗透根本就抓袂了。民代是要求市府爱制定里长的工作手册，规定去中国就应该爱强制报备，互政府掌握证据。若针对郑志成的讲法，桥头地检署表示案情当咧侦办，未发表回应。记者王周婷、陈显坤高雄报道。